天特别客家中医合唱团的制托了先生陈彩玲啊。那我们合唱团是这样，我们合唱团有一半是非客籍的啊。那么非客籍的人士想要参与合唱团学习这个客家歌，一定会面临到困难。那我们的方法就是使用我们客语认证的拼音法，先带他们来用拼音的方式来学习正确的客家发音。好，请同学们跟着我练习这个拼音稿：特烟甜，特烟甜，子肮脏，子肮脏，个翁拱，个翁拱，舔脏拱，舔脏拱。注意哦，扬音的时候要特别把它做一个拉提的动作哦，声音才会好听。接下来，ba 和翁轰，和翁轰，此翁从，此翁从，把轰从，把轰从。千万注意，把入声字下的是重音，所以在曲里面的时候，同学们要干嘛？轻唱哦，要不然会太重。接下来，可弯宽，可弯宽，的欧豆，的欧豆，了微瑞，的微瑞，个翁拱，个翁拱，宽豆瑞拱，宽豆瑞拱，特阿塔，特阿塔，以 L 摇，以 L 摇，和翁捧，和翁捧，塔摇捧。塔摇捧。哦，该塔哦，不要念的那么重，一定要轻塔摇捧。再好了，个欧狗，个欧狗，个阴茎，个阴茎，此翁葱，此翁葱，狗劲葱，狗劲葱。对，里面有翁的发音，翁的韵要特别做出来啊。的欧都，的欧都，以 n 眼，以 n 眼，和翁轰，和翁轰，都眼轰，都眼轰，此阿草，此阿草，特 l 头，特 l 头，个欧狗，个欧狗，特 i 胎，特 i 胎，茶頭個胎，茶頭個胎，麼歐某，麼歐某，是烏鼠，是烏鼠，我愛愛，我愛愛，個 a 基，個 a 基，了翁龍，了翁龍，莫鼠愛基龍，莫鼠愛基龍。要注意哦，哈，愛呢，愛愛那个字，那个 r 的发音非常重要，一定要开腔，要不然你就变成扁音的爱哦。那你唱美声是某后堂的哟。我们现在就用四线腔啊，来把这首拼音稿全部走完。我们就邀请团长跟副团长轮流带领大家来学习。好，团长，请。法清雄，臭幽虫，愈大错法失以爽。董片看，爱是香，茶心酱软啊，寒窗爱心床。三芒摘茶穿石房，如来啱熱做家種。殘草葱果微景洋，汗流墨落望春光。危倉一枝，危摘一行。山果茶葉香羅莊，元歌講鳳轉涼，葱幫一條色講夢。紅荷香，風放揚，歡迎遙望啊，唔愛捏仔堂。现在我们就来进行发声练习。首先，第一个是呼吸法，好，大家先练习呼吸法的操作。来，请大家摸着自己的肚子，好，
吐气的时候，肚子往内收。吸气的时候，把气送到肚子里面，往外送，把你的手往外送，送到你舒服的位置就可以了。然后把气撑住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动作。吐气，吸气，撑住它，撑住它。好，放掉。好，记得气撑起来的时候，请保持在你最舒服的位置，不要过多的使用，不要过度的使用啊。我们再一次，来吐气，吸气，撑住。好，放松。好的，我们现在一起来做发声音练习，请起。好，同学们记得要开腔啊，要开腔。首先跟老师一起做，把你的共鸣摆在你的最高区域。好，啊啊啊啊啊啊啊！好的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。请。请。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现在马上进入到今天这个课程的核心部分，唱曲儿啊，谱一定要先唱熟，唱和声的部分一定要先唱熟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我们会有4个声部，来1部的女生2位，1部的女生，然后2部的女生也是这2位，3部呢2位，第4部第4部是贝斯第一，然后只有1位。好的，待会我们会轮流每一个声部的同学来代唱，好，我们就以8个小节为一个段落。首先，我们开始从第9小节到第16个小节。1部女生请起立。我们一起来做，好。欢迎2部的同学，一样第9小节，2、3 ，Go。嗦嗦嗦咪咪嘞，哆哆西西啦嗦啦咪咪嘞，拉西哆西，咪咪发咪嗦，咪咪咪咪嘞。谢谢第2部同学，来第3部，男生哈，现在第3部的男生。我们就从第9小节开始弹，你们从第13小节开始接。好，谢谢我们第3部，来第4部。一样哦，你是从第13小节开始接啊。1、2、3。
学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合作这一首。好，从第9小节到第16小节，全体一起哦。1, 2, 3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进入到核心课程的第2个部分啊，唱歌词。那这个部分呢，请同学们千万要掌握几个重点哦。好，第一个发音当然是要正确，掌握到你的韵啊，什么韵呢？有一些很好做的母音，有一些扬声字啊，扬声字要特别的注意。比方说2声，所有的2声都是扬音，扬音字像我们这个田张。拱2声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拱，你看我们的曲子就唱哆嘞，所以这个扬音的部分要特别去掌握它。再来第2个部分，开腔，啊，所有的漂亮的母音，像啊这个字，像哦这个字，啊，在韵里面有的，我们都要去掌握住，要把你的内腔打开，内腔打开，开不开腔，差别在哪里？比方说，像这个“张”这个字，如果你开腔，它会变成子昂、张、张；但是如果你不开腔，它会变成子昂、张，就会是扁音啊，唱出来的就会是扁音。好，我们现在欢迎一部的2位女同学来，掌握好我们刚才的几个重点。接下来，欢迎2部的女孩子。天上风大风错，看到雷公他有破。谢谢。我们继续欢迎3部的同学，3部的男高音。一样哈，我老师从第9小节开始弹，请你们从13小节开始接。谢谢。有请第4部的同学。谢谢。接下来我们来做一次合唱实作，同学们，请起。
属爱的龙，发心向所有众，如他所发誓一手，都他心降临，爱充满心中，神猛疾查穿是火，要來能以做家族。餐桌從高位跳躍，環繞萬國望盡光，愛衝一地，愛在一方，生活在一條路中。雲高高風在流，充滿一條是光芒。為你在頭。
唱和声的部分，一定要先唱首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我们会有4个声部，来1部的女生2位，1部的女生，然后2部的女生也是这2位，3部呢2位，第4部唱歌词。那这个部分呢，请同学们千万要掌握几个重点哦。好，第一个发音当然是要正确，掌握到你的韵啊，什么韵呢？有一些很好做的母音。有一些扬声字啊，扬声字要特别的注意，比方说2声，所有的2声都是阳音。阳音字像我们这个田张拱2声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拱，看我们的曲子就唱哆嘞，所以这个阳音的部分要特别去掌握它。再来第2个部分，开腔啊，所有的漂亮的母音，像啊这个字。像 o 这个字，在韵里面有的，我们都要去掌握住，要把你的内腔打开，内腔打开，开不开腔，差别在哪里？比方说，像这个张这个字，如果你开腔，它会变成子昂张，但是如果你不开腔，它会变成子昂张，就会是扁音，唱出来的就会是扁音。好，我们现在欢迎1部的2位女同学来掌握好我们刚才的几个重点。